台语文学，所以这句都是咱郑正义郑老师有出的。这教育是上当时的国上重视正确的。咱我这块就来对啊，所以他一生都在推广。风吹过青春海，雨雪交起伫梦，拢有欢喜悲伤，拢做人生琐碎，欠予咱家己路。每脚步春天，莫计较世情冷暖。天顶的牛油员工，照着大家暗暝路，世间事也笑笑看。人生行伫这条路，风风雨雨拢有过。为着别人的目光，改变家己的方向，为着一句批评话，受气话三两句。行伫这条路，风风雨雨拢有过，为着别人的目光，改变家己的方向，为着一句批评话，受气话三两句。很讽刺，然后等等，或者像陈志雄，他是屏东人，可是他有在他帮助印尼独立，所以印尼1949年独立。其实我们旁边很多国家都后来才独立的。然后当然第2次世界大战有一些国家不见了，比如说吐蕃，它以前是一个国家，就是大家听说的西藏，它的发音是 Tibet。它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。被侵略，然后所以达赖喇嘛现在在达兰萨拉，就是印度的西北角那边。然后他帮印尼独立，可是他想帮台湾独立，然后就是到最后被枪决这样子。对，那他的故事其实不太有人知道，是因为他的女儿后来跨海寻亲，而且后来有一批政治受难者的遗书被挖出来。其实我很期待你们可以挖很多东西出来，你们不要以为什么西洋不讨你家都出炉了哦。其实，在2008年的时候，马英九当选总统，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张怡蓉，大家就会说戒严时期你们家发生什么事？她说，我曾经看过我舅舅的新书的草稿，里面写说我阿公被枪毙，被国民党枪毙。她想说阿公叫什么名字？偷偷看妈妈的身份证，叫做黄文公。早午餐我来记了笔记，叫做黄文公。然后他就去查，他那时候国家档案局开放了，可以看东西。等一下这一个照片有没有这个就是张以柔，他后来
决定跟他的昂去那个马场町纪念公园拍照，其实也是宣示的是他没有忘记阿公的事情，他也记得那些难友。看阿公在这里，这是阿公，是高雄路主第一个牙医师，然后那时候被抓进去，本来判15年，可是后来蒋介石，你们知道蒋介石都会给他改，虽然他不是法官，他就写说死刑，然后就被枪决。然后他被枪决以后，他的遗书经过了58年，超过半世纪没有人知道，就是因为他的孙女那时候好奇去查说阿公，然后去国家档案局就寄回来一堆东西给他，他就在某个半夜就开始看好多东西判决书什么的，然后就有一个遗书，有好几封遗书写给他的太太、他的小孩，或者是他才出生他没有看过的小孩。然后这一批遗书，包括刚刚讲的陈志雄，这一些遗书就是因为这个小女孩当初去查了一个资料，居然就被发现了。而且那时候马英九的政府说，正本不能还给你们，因为无法可还，没有法律依据可以还给你。有没有就很扯？他没收的时候也没有法律依据，反正他争取了很久，终于又过了就是经过这些写完的遗书，过了60年之后才还给家属，终于拿到正本。可是那时候他的太太已经失智，已经不知道这些事。他的太太黄青莲到失智，他还是拿着身份证。为什么？你讲那个关顾的来查户口，新婚前一定爱查嘞，就像大楼里面，就是有人可能会来骚扰等等等等的。然后，所以很多包括这个遗书，蔡铁城很帅，他是记者，然后他是27部队的宣传部长，他们的遗书都是后来被发现的。其实很多很感动人的资料，像大蒙这样子，都有可能会再被挖掘出来这样子。信用黑